乜嘢係譫妄？點樣喺你嘅親人身上發現譫妄嘅徵象？醫學術語係叫譫妄，其實係一種急性嘅意識混亂，係一種急症，係大腦功能受到身體嘅疾病影響而引起嘅。譫妄可以發生喺任何人身上，但係喺老年人或者係服用多種藥物嘅人，或者係身體有多種疾病嘅人嘅身上容易出現。譫妄亦都可以喺手術之後，或者係任何住院嘅期間會出現。要記住，譫妄係不等於認知障礙，不等於失智症。點樣喺你嘅親人身上發現譫妄嘅徵象呢？首先，你會發覺咧，你嘅親人咧係難以集中精神。有時佢哋睇起上嚟又好正常，但係有時睇起上嚟咧就會胡言亂語啦，神志不清。佢哋亦都可能會有陣時坐立不安、焦慮、恐懼，可能你有陣時睡眠習慣會受到影響。佢哋可能亦都會出現幻覺，聽到或者睇到一啲唔存在嘅嘢。作為家人，你點可以幫到你嘅親人應付譫妄呢？首先作為家人，你要有耐性，要提醒佢哋而家喺邊度，最主要係話俾佢哋聽，佢哋而家係安全嘅。如果佢哋係有戴眼鏡或者係助聽器嘅，請幫佢哋戴好。又話同佢哋多啲傾談一啲熟悉嘅事物。如果安全的話，可以幫佢哋坐起嚟或者係走動一下。記住要提供飲料同埋食物，以免佢哋有脫水嘅現象。保持環境清靜，光線充足。如果你發現你嘅親人有以上任何嘅突然嘅意識混亂嘅話，請馬上帶佢哋去求診或者到急症室。Queensway Carlton 醫院可以為你提供幫助。